别人的身上目的，命运错将在别人的手内考体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拢食饱吼，我碗伫收拾，摕来后壁洗啦。美娟啊，市中搁咧加班哦。应该是啦。啊，你饭菜有先家留的无？倒顶剩在遮，伊就到食啊。哎哟，啊你哪会当互伊食剩的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市中哦，即摆伫外口拍拼，你爱传较营养的甲伊补啊，啊无吼，伊的身体哪会堪的啦？啊，我毋知影美娟要友好你这大家，啊，所以拢传好了，互你食啊。你掂掂啦，我无咧甲你讲话啊，你插什么嘴哈？好啊啦，阿爸母，你莫冤啦，我知影啦，等下我再去煮哈。建昌啊，小天啊，哎呀，你哪来？你食饱未哈？食饱食饱食饱。对啊。姨妈，啊恁今仔拢去倒啦？我转去拢找无恁呢。啊，你有转去厝的哦？哎呦，今仔日我著甲阿福啊，还有阿妹啊啦，想讲无代志出去行行咧，无伫厝的啦。啊，猜我有啥物代志？姨妈，你袂记哦？照理说，我今仔爱回门，转去后头厝啊。啊，对吼。哎呦，我煞袂记的啦，歹势歹势，歹势。是讲讲到后头厝吼，淑珍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著要甲你下失礼啦。哎呀，什么代志啊？著我收迄个客查某孙仔，迄个阿妹啊，干金妹啊。迄天吼，美娟结婚的时阵啊，著来厝的，互恁请。即个囡仔吼，著较毋捌世事啊，一间厝安尼四过床啦，逐间房间著讲撞透透啦。著毋知咧倒一间房间去看到讲一寡红包伫遐啦。手贱吼，共摕几两个红包转去厝的呢。即马吼，伊家己感觉歹势啦，讲叫我摕转来害恁啦，甲你下失礼啦，歹势，红包伫遮啦。哎呀，袂要紧啦。这钱，美娟啊，你收起来啦。哦，对，你收起。姨妈，我带你来新娘房看卖好无？新娘房？嘿啊，阿爸较有可用代志要讲啦。对，无我来参观新娘房吼，恁坐下吼。好啦，
啦，算讲吼是我误会你啦，我甲你回失礼啦。你甲我回失礼哦，我当当袂起啦。我自少年就拢骗你，食到遮老嘛咧骗你，迄拢你讲的啊！你即摆甲我回失礼，我毋敢接受啦。你讲煞白哈？你干那无偷摕钱啊尔啦？其他咧，你心内有数。好啦，你讲的拢你有理啦，非真吼我也讲袂赢你啦。你讲落去吼，嘛是冤家尔啦，非得我是惯啊啦。袂歹，真舒适啦。对啦，美娟啊，拄则我看恁阿爸甲恁阿母吼两个人怪怪，敢讲为着拍无遮钱，两个在冤家是？是啊，伊拄则较无看到阿爸看阿母迄种眼神，阿母哦，就一直冤爸，讲伊家迄钱哦，摕去互金妹用啦。所以这段日子，伊拢嘛一直咧冤家。实在我真识得。唉，这个阿妹啊，吼，实在有影真害。阿娟啊，恁兜敢有订报纸啊？无啊。这两天啊，敢有去外口买转来看？嘛无啊，姨妈，你来问这个问题。无啦，都凊彩问问咧尔啦，无代志啦。阿爸，我回来啊！阿美娟呢？美娟啊，美娟甲恁姨妈伫你的新娘房啊。姨妈来啊！哦，安尼好，我入去找因吼。知道。哦。姨妈。志勇，你回来啊？美娟，姨妈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报纸刊讲金梅太爷永白，这件代志敢是事实？你有看到报纸啊？是啊。姨妈，阿妹真的太勇白哦。我怪拄则你问我有看报纸无？但真哪会安尼啦？阿妹是要太勇白啦。这件代志讲起来话头长啦，你先莫问遐多，后摆恁就会知影啦。对啦，这件代志千万唔通互恁阿爸甲恁阿母知影哦。若无因若知影吼，就会阁起风波，厝内就会阁舞甲雾煞煞。我知影啦。无我要来转啊啦！明仔载我就要阁甲恁阿伯来去看守所看阿妹啊，我就要传一寡物件，无我先来转。好。爱会去的，唔通互恁阿爸甲阿母知哦，吼。我知啦，姨妈你顺行哦。这正月日来，我甲阿母逐工都去看阿妹啊，毋茫互阿妹啊上大的精神支持。志中甲美娟知影了后，嘛有去甲看几落遍。阿妹啊一开始也怪我，互美娟因知影伊的代志。阿妹啊，惊有人看伊无起，我甲阿母一直甲苦劝，阿妹啊伊才较安定落来。美娟嘛有写批开破安慰伊，阿妹啊总算较想会开，较平静。唉，这个官司若歹赢，阿妹啊才有一个全新的未来。将来我、阿母、阿妹啊一家人才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。有一天，我希望阿妹啊会当风风光光嫁出去。迄应该是咧做老爸的人上该毋茫的代志，想袂到做人的老爸咸酸苦涩，拢爱去滋味着。讲起来，这嘛要感谢阿妹啊，会当互我这个机会，体会到一个做老爸的经验。建昌甲淑珍迄边，我决定要稳满到底。阿妹是我认的查某囝。我会甲当作亲生的来疼惜，我无希望建昌甲淑珍用另外一款眼光来看伊，来伤害伊。为着要保护阿妹啊，我无希望甲因有啥物牵连。做人的阿爸一定要尽心尽力，
为家己的查某囝一生的幸福设想。这段时间，我甲谢律师日甲暝不断咧收集资料，不断咧研究，一定要拍赢这场官司才会用。开庭的前一天，我有去看守所看伊。阿妹啊，明仔载就要开庭啊！啊，你放心啦，谢律师吼是咱通台湾上高上红的律师，伊绝对会当互法官甲你判无罪，你放心，吼。阿爸，假使我若无法度出去，安尼嘛好啦。哎呦，阿妹啊，你莫讲这个啦！阿爸用真价甲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当平平安安转去厝的，吼。阿爸，一阵仔我伫咧内面，我想济，我知我做毋对真侪代志，假使一个做毋对代志的人爱接受处罚，我无话通讲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也毋过我即马上有关的，就是迄个做毋对代志的人，竟然毋免接受处罚，我实在足毋甘愿。袂啦，妹啊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啊天公伯啊，我哪有目睭啦？怎么管要求久啦？咱去管太心乌鲁道的人，我相信天公伯啊一定会甲天罚，伊一定有法官判有罪，伊一定爱去用关，你放心，吼。莫想遐多，法律顶面哦，还佫有天公伯啊呀，吼，陪我困。你若妈伫厝诶吼，落地骹咧等你，你明仔载会当转来厝诶食猪脚面线，吼。有一起中也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喂，姨妈，啊你要找医官哦？伊咧洗身躯呢，啊你要找有啥物代志哦？好啦，我已经请假啊，明仔载我甲美官吼拢会过去啦。姨妈，啊今日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免会使无去啦。搁再讲，美官甲金妹的感情嘛袂歹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吼，嘛一直咧烦恼呢。好啦。姨妈，啊明仔载想8点开庭。好，我知，我甲美官吼拢会提早过去。好啊，姨妈，啊你毋通烦恼呢，你就较早休困的啦吼。好，无就安尼啊。好，再见。阿爸，啊你还袂困哦？局长，你拄则讲啥？无啊，我哪有讲啥？无，我拄则就明明听你讲什么金妹，什么开庭啊。无啦，你听唔到伊啦。局长，金妹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都甲你讲无，你听唔到伊啦。局长，你讲，你要讲无啊？你讲，你要创啥啦，阿爸？我只就打电话来问你姨妈，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好啊，阿爸好啊，你莫卡，你莫卡，你来啦，你对我来啦。啊，你是要带我去做啦？你先来我房间啦，你来房间甲我讲啊。美官啊，阿母，啊你哪会袂困？我伫烦恼啦，啊是伫烦恼啥啦？我伫烦恼你的巴肚啊。阿母，你迄补药啊吼，敢有照时间食哈？志中哦，最近遐尔啊无闲啦，你有？阿母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志中伫厝内的时间哦，母，你放心啦，阮会拍拼啦。知就好啦，莫互我等伤久哦。凡说过2年哦，我就无迄个气力替恁带囡仔啦。阿母，莫安尼搞操烦啦，囡仔我会家己带。迄是我的孙呢，我嘛要带。好啦好啦，
你讲安怎就安怎，紧去紧去休困，吼。爱拍拼哈。我知啦。阿爸，你哪还袂休困？没关，明仔载我要甲恁做去法院啊。市长，姨妈打电话来啊，阿爸拄啊伫咧边啊，啥物拢听到啊，我免有法度啦。阿爸，你无去啦吼，万一你去后母知影，后母是啊，我袂用去。啊，你去要创啥啦？阿妹啊，规定是甲你有啥物地带啦？哪会无时间？阿妹也是恁阿福伯啊的客查某囝呢，啊，剩下嘛是咱的亲情啊。啊，我这时代去较关心一下，恁有啥物唔对？啊，啊，讲甲恁两个少年的啦，啊，发生遮尔大的代志，啊，你甲我隐瞒，无要甲我讲啦。阿爸，阿妹啊，毋是为你爱伊呢，阮不爱互你去嘛是为你好啊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敢讲你甲恁阿母共款，因为讲阿爸会对阿妹有啥物企图心？阿爸食到遮老啊啦，敢可能？爸，好啊，莫阁讲啊，反正吼，明仔载我一定要甲恁去啊。啊，你明明知影你若甲我出去，阿母伊就一定会怀疑啊。我是要咧甲阿母讲。你唔知要怎讲，其中知影要怎讲啦，你问伊啦。哼。爸，爸。阿母啊，咱莫阁无用啊啦，搭袂赴啊，好来去啊，好来去啊，行行。好啊，阿豪，猪骹我卤好啊，我都唔相信阿妹啊吼，今仔日无材料食到我卤的猪骹面线。有啦，有法度，伊一定会转来食你的猪骹，吼，好，紧来去，紧来去。喂，哦，谢律师哦，阮真当要出门呢，嘿嘿嘿，像谢律师啊，我请教你，你有把握无哈？哦，好啦，无咱拢坐定啦吼，好啦，阮即摆随出去吼。阿豪，谢律师安怎讲？伊就讲，一定会赢对无？嘿啦，一定会赢，行，紧来去。出门，两个阁无伫咧，7早8早，3个人是走去倒啦。要出去啊，我来讲一声，袂输我毋是这间厝的人。阿母，阿爸讲伊想要参观我上班的所在，所以我甲美娟就带阿爸去行看看。差不多中昼，美娟就会带阿爸回来啊。阿母，你就免烦恼啊，志中。囡仔要上班，来缀去看吧。我毋惊搅了志中，到时候害志中互因头家骂哦，看伊要安怎？实在是老反地啊，愈闹愈糊涂。有一起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阿豪啊，大家拢同款，到底是倒一间啦？谢律师都讲第二法庭，这第一法庭啦，阿母啊，第二法庭到啦，这间啦，这间哦。对啦，好，行，咱进去吧。好。你来证件？哎呦，来证件吼，我证件来遮，阿母你有带证件哦，证件，来，先我哩，我来证件好，你，多谢。
建昌，阿伯、姨妈，美官，你哪带恁阿爸来啦？阿姨，你莫怪因啦，伊是我坚持要来啊。啊，你来遮，小丁敢知影？伊唔知影。美官，你安尼带恁阿爸来遮，万一若互恁阿母知影，是要安怎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。